好多同行咧都喺度拍短視頻，你都好想試，但拍完咧又驚自己好似黑 sell 嘅推銷員，好驚拉低身段。專業人士做內容咧，到底點樣先可以掌握分寸？唔賣貨嘅情況下，又做到賣專業呢？殘酷嘅現實係，而家 AI 咧隨手可以整理到咧基礎法律同埋醫理常識。如果你拍片只係講一啲普通嘅 tips，吸引到嘅只會係一啲聽免費嘢嘅免費黨，完全咧展現唔到你嘅高價值㗎。真正高段位嘅 personal brand 唔係教人 DIY， 而係分享避坑思維，將你平時幫 high net worth 嘅顧客處理複雜個案嘅決策邏輯同實戰洞察咧搬上鏡頭。客戶揾你買嘅咧從來都唔係資訊，而係你嘅判斷力同埋信任感。呢個咧唔係 hard sell， 而係咧用最高雅嘅方式咧展現權威。想知點樣可以喺符合 compliance 嘅前提下，有系統咁樣建立 personal brand？ 留言 brand， 我哋同你咧做個免費嘅 brand assessment， 幫你滾鍵踏出第一步啦。Follow 俾個 like， 白頭佬幫你輕鬆做生意。